曹夫人啊，小的华安叩见夫人万福，万福。万福，万福，万福，佫真有礼貌哦，华安伯起。多谢夫人。秋香，夫人去摕2两银来。是。华安，看你面目清秀，一表人才，为何乃袂新华府位咯？小的禀夫人自细，爸母就双亡，无依无我，无亲无戚，所以看起来也真可怜啊。禀夫人，军友摕来啊。小事哦，华安。是。华平，在。带华安落楼。是。阮夫人讲，军友要收拾你。多谢秋香姐。哎呦！华安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哎呦！你到底是安怎啦？爱甲大声？无啦，手叫钱夹着啦。较少代志，钱也会加人哦。行啦，咱即摆好来去啊啦。好。大平仔。啊，咱即摆是要去倒？咱即摆就来甲大娘叩头啊。哈，大娘爱叩头啊？当然啦，不只是大娘哦，还佫有二娘、大少爷、二少爷，拢嘛爱去叩头。啥？都去叩遐济头，我头壳毋去欠我。这是咱府中的规矩，若是新来的奴才吼，佮查某囡仔，拢嘛爱伊去叩头。行，咱即摆就好来去啊。大平仔，莫去会使袂？当然是袂使啊！谁叫你是奴才啊？行啊！奴才。行啦。秋香的三笑啊，将我改愿比人哦，叫的奴才啊。我费尽心机哦，才记一摆。好景不常啊，又到的分啊开哦。华安啊，紧嘞紧嘞，已经到大娘的房间啊！你小等下，我先甲大娘禀报吼。哦。禀大娘，奴才华平带新来的主动华安来甲大娘叩头。贵姬啊，你去甲伊讲，讲我今日吼身体无啥爽快，叫伊另工再过来。是。华平哥。世间哦，这么缘投的查甫人，华平哥，伊什么人啊？伊就新来自动华安啊。华安，华安哥，哎呦，你若这么缘投，我从来拢无看到这么缘投的查甫人呢。我自我介绍，老家叫做桂姬啦，是大娘的查某囡仔，以后望你多多指教。好啊啦，你慢慢哩上班。你较点嘞啦。华安哥，今仔大娘身体无啥物爽快，要无你连工再去来啦？嘿，你连工一定来，我一定等。哇啦，你安尼哦，当个新来会叫你惊着啦。你知影一声啦。好啦，华安哥，你一定来，我等你嘿，我等你好好。你好入去啦。哈。
环呐，哈，看你讲哦，拄则迄个吼，伊叫做贵基，伊是咱府中上界三八的一个婢女，以后哦，伫遐较小心的。多谢花瓶仔咧甲我指示。咱大娘伫咧人某拢毋免人休困啊。即马哦，等好来去二娘的房间，甲二娘叩头。二娘，是啊，行。花瓶仔，什么代志？二娘敢是苏州的人呢？是啊，二娘吼，伊是苏州有名的财主，东碧口、东解元的标志呢。即马哦，等好来去二娘的房间，甲二娘叩头。二娘，是啊，行。花瓶仔，什么代志？二娘敢是苏州的人呢？是啊，二娘吼，伊是苏州有名的财主，东碧口、东解元的标志呢。我靠！行啦，免咧哭啊啦。我改愿毋做，做的路在，既然是要有果啊，惊人知哦。爱去口头啊，写在海，表这一定啊，恁会出来哦。关啦，我看你安尼哭哭念啦，你毋知咧念啥，你是咧念啥物啦？啊，花瓶仔，拄则大娘伫咧破病，我想二娘伊嘛是伫咧破病啊。我想咱加行免去嘛。嘿，是谁甲你讲的？二娘勇勇行行，即摆咧房间里等你啊叩头呢，行啦。我去袂使。当然是袂使啊，哦，行。哎呦，关啦！你是安怎？关你是安怎？啊，花瓶仔，毋知安怎去逼到落来，我哪用用腹肚痛啊要死。无，今仔莫去，咱明日再来去好无？腹肚痛，腹肚痛嘛爱去啊。哈，腹肚痛爱去啊？谁叫你是奴才？行啦。奴才，唉，奴才就奴才。我的情也袂哦，伤心愿我遇到这多的麻烦啊。我自推苦字啊，自埋怨，希望阮迄个表姐毋通笑破我的卡机关哦。是啦，到夜啦。你小等下等者，我先来甲二娘禀报。是。禀二娘，奴才花瓶带新来的自动花案来甲二娘叩头。素月，你去叫因入来。是。花瓶哥。哦，啊，你就是新来的自动花案呢？是啊，爽我啦。来，你跟我入来。男女授受不亲啊。啊，你是咧惊啥？我吼叫素月啦，我是2年的查某囝，以后吼，咱就是一家人安尼。来啦，你来，都你来，花瓶仔。比2年，花安来了。叫伊入来。是。叫你入来。
娘。老财，你叫做什么名？华安。华安，我是咧问你的本名。小的本名叫做孔宣。洪宣。你是毋是苏州的人士？是。呀那安尼，你苏州阁有啥物亲情无？亲情拢死啊。呀那安尼，你的爸母咧？嘛死啊。是安怎？你入来见娘娘，头哪会无打起来呢？赶紧从头打起来啊！叫你打起来，你有听到无？好，打起来就打起来啊。解怨实在太糊涂，表弟性情是最风流，背身一定有理由，伊芳地扫地乱苦手，必然是为着迄个美娇娘。是。我也是苏州的人，你捌我无？我唔捌嘞。呀那安尼，我甲你讲，二娘我是苏州的财主，当吉好当解元的表姐，当吉好你大概敢袂毋捌哩吼？我捌听过啦。华安。我甲你讲，官府的规矩甚严厉，晓文书害你苦知，无论路财也比你，一点仔差错，做的难事。我知，多谢二娘。今后你处处着谨慎，芳地扫地爱认真，遵守家规是上要紧，死只有为阮你父的忠心。表姐姑姑提醒我。将我的身份来小我，果然色字也是不可换。我最后一句要囥空山，莫为自己咧添麻烦。你阿娘记在我的心
华安，我搁再甲你讲，好，我搁听。歌舞的花开四归乡，春夏秋冬的美娇容，你若想采花，你爱心中，采花也芳啊。会作用。你娘的鼓励，好心无人哦，你就可怜那个痴情。采的花啊芳啊，求你高抬几手来斗相共。二娘啊，迄上天的花哦，得的比的芳哦。华安，有道是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你何必苦求有刺花？这句话你大概敢捌听过吼？你若是搁安尼接袂落去，到时阵失败名裂，后悔啊就袂赴哦。嘛讲一个较紧的好无？啊，一句话就提几步，互你讲话有够歹听的呢。你喙齿足大地吼，啊，讲话听起来有够艰苦的。规气我来去举一支镉刀，喙齿甲你收收较细地，讲话就较快活啦。啊，你咧，哈，你咧读书的声音，无咧偌好听啦。啊，我若会歹听，拢嘛是互你的影响，搁较歹听嘛比你较好听。低级。啊，即摆已经到厨房啊啦，啊，你家己入去，我阁有代志。好。不低级。低级就是低级。不低级就是叫做不低级。低级就是知影的低。不低就是唔知影的低。哈，迄个人是啥人？入来到底，安尼，拢无讲话。无要紧，我来去甲伊问看卖咧。干嘛？喂，你是啥物人？你伫遐咧创啥？我本名叫做空山，即马叫做华安啦。哈？华安啊，对，咱爸吼。讲这2天啊，搁买一个新的花童，叫做华安，安尼原来就是这讲的啦。啊，都是哦。喂，华安来。你知影阮是啥物人无？我哪知你是啥？你足好打的呢。你见着我大少爷、二少爷，你毋免见咧。讲较紧，叩头。较底话是有听你即句话就听袂着啊。我大嘛，阮大的喙齿大地嘛，你见着阮2个大二少爷爱跪咧叩头。啥？见大二少爷，我着去甲恁叩头啊。是啊，谁叫你是老财？叩。好，爱哭我就甲你哭啊。
靠近大爷细爷，安尼嘛才较差不多。安尼都对啊啦。凡，你要来阮遮做主动，啊，你会晓做啥？阿公会拢会，阿公袂就拢袂啊。你较袂晓做的是啥物？袂晓的是捧茶扫地、煮皮铺这我拢袂晓。你会晓食饭袂？当然会啊！好佳哉，你阁会晓食饭，若无你就枵死的。凡啊，你较会晓的是啥物代志？啥物代志？会晓的是食好穿好，嘛会晓做文章，也嘛会晓。阁会晓啥？最拿手的就是头香切肉啊！唱肉。水是啥货做头香？哎呀，狗查某啦！大兄，伊会晓头香唱肉，咱规气吼，拜伊做老师，叫伊教咱狗查某狗手香。对，安尼好，阮两个兄弟拜你做先生。你教阮狗查某。你要拜我做先生啊？嘿，你知影拜先生的规矩无？啥物规矩？爱甲我跪落去三叩9跳啊！无问题。嘿对，伊若教咱狗查某，咱搁10叩9叩嘛，拢叩互伊。对。来，看叩就叩。一叩，2叩，搁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。当你哪咧生是咧创啥你呐哈？阮伫咧拜老师啊，在拜老师嘛。老师早就拜过，你拜什么老师啊？咱也毋是拜你啊。要不你拜什么人啊？拜迄个啦。我，这个什么人啊？迄新来的主动华安啊。对。你怎那你甲拜？阮要拜伊教阮头香切肉教查某的老师啦。真原来啦！喂，你真新来主动是？叫老师，咱免甲我叩头。我是庙花有为路啊，并毋是庙你，为什么就要向你叩头呢？我是太师府内底教师啊，也你新来主动，当然爱甲我跪落叩头，叫你叩，你就爱甲我叩。华安啊，你较忍耐咧，伊爱人哭你都甲伊哭嘛。嘿啦，哭一个也袂死，也甲哭互伊啦。华安靠近老相公。敢若安尼来念，跪落啦！靠近老相公。凡夫俗子，不知礼仪。